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68篇19至20節。主拯救我們的神是應當稱頌的，他天天背負我們的重擔。我們的神是施行拯救的神，人能逃脫死亡，是在於主耶和華。主拯救我們的神是應當稱頌的，他天天背負我們的重擔。我們的神是施行拯救的神，人能逃脫死亡，是在於主耶和華。神啊，藉着你嘅話語，使我哋省察喺遇上艱難嘅時候，唔係單靠自己，因為神係天天背負我哋重擔嘅主。縱然人內心會感到壓力、憂慮，聖靈卻光照，仍要相信神會與我哋同在，幫助我哋去化解困難。我哋與神之間嘅經歷，成為神人關係嘅根基，信靠神嘅應許同埋拯救，可以將一切交託俾神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